鐵欄外的星空。午夜，荒原上亮起一頂絢麗的帳篷，這裏沒有鞭聲，沒有鑼鼓，沒有強迫的指令，招牌上寫着一行小字，只為自己表演的馬戲團。團長是個沉默的老人，大家叫他老大。他收養的全是被拋棄、受傷、害怕人類的動物。獅子阿金曾是馬戲團的明星，被訓練轉火圈。一次意外燒傷咗前爪，從此懼怕火焰與掌聲。現在他只做一件事，躺在帳篷中央，給小動物當靠墊。他最溫柔，從不發怒，誰膽小，他就把誰圈在懷裡。大象朵朵從小被鐵鏈拴住，習慣低頭。來到這裡後，老大拆了所有鐵鏈。他第一次學會抬頭看雲。他的節目不是踩球，不是倒立，而是用長鼻子輕輕捲起落葉，為受傷的小鳥搭窩。海豹波波曾在水族館裡不停頂球，直到鬍鬚磨破。現在他頂的不是球，是飄在水面的月光。觀眾只有岸邊的青蛙與螢火蟲。貓頭鷹葉先生一隻眼睛受傷，看不見遠方。他不飛行表演，只負責守夜。誰做噩夢，他就輕輕落在籠頂，用低低的呼聲安撫。別怕，天亮還早。經過漫長的等待，他們終於敢在眾人面前慢慢張開身體，開始他們的表演。今日你冇錯，熒幕前的你發現了這裡。老大輕聲問你：你願意看一場不強迫、不傷害的表演嗎？第一個出場的是阿金。阿金緩緩站起，不是怒吼，而是溫柔地低下頭。第二個是朵朵。朵朵用腳輕踩地面，敲出安靜的節奏。然後是波波。波波在水裡畫出圓圈，像一輪小月亮。最後是葉先生。貓頭鷹從帳頂飛過，快樂一片星光。你安靜的看着，沒有掌聲也沒關係。但我希望你明白，原來動物快樂的樣子比特技更美。天快亮了，係時候收起帳篷，演員們要回到自己的家中休息啦。有人說，那裡從來沒有馬戲團，但你知道這裡有一場關於自由與溫柔的最棒的馬戲團。